后来继续来看高雄爱河北龙圳的比赛，早起是正式来登场。这届参赛的队伍有107支，参赛的选手2200个。这届的选手拢有做3剂疫苗的证明。要入场比赛进前，还阁做1届的快筛阴性，才会当来参加比赛。讲到这个高雄北龙圳的比赛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停办2年了。今年恢复比赛，选手拢真兴奋，讲因已经准备2档啊，今年要好好来练卡手。比赛就开始，选手出来北龙圳，这就比讲看倒一边将对方扭过中线。比赛节奏真紧，除了比选手的体力还阁有技巧。他们对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拉绳的这个选手，能够让这个船其实是非常稳定的。那重点在于大家动作一致，口令一致，才能够发挥瞬间的爆发力。2022年高雄爱河北龙圳的比赛，为今日起连续办3天，头一天以北龙圳友大所拍头阵，因为目前疫情严重，这摆北龙圳的比赛有高规格防疫。选手拢要附注满3档预防射证明，入场比赛进前要过快筛阴性，才会使比赛。我们每天都会快筛一次，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1、2、3，总共3天的快筛。你如果这已经快上了之后，当天就是已经可以检录了。我们第2天会再重新再快筛第2次。一条线，健康的。这2年高雄的北龙圳的比赛，因为疫情拢无办，今年有办，选手拢真欢喜，大队拢真有信心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